主的弟兄们平安。感谢今天我们再次有机会来到圣所里面来敬拜他、赞美他，哈利路亚！感谢主。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敬拜的这个仪式，还有我们有教会很多的礼仪。刚才我们的领唱也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敬拜的时候要跳舞敬拜他？为什么？对啊，刚才领唱已经说了哦，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击鼓跳舞，用各种的乐器，还有来去敬拜我们的神。同样的，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很多的敬拜教会的礼仪，都是有它的一些的圣经的根据和这个教导。好了，今天我特别是要询问大家，因为今天的讲题是这个圣餐。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大家都是属于长老教会的信徒，对吗？想请问一下，我们长老会的圣礼有几个？因为我们成为长老会的信徒，一定要对自己的长老会的传统跟礼仪要多了解，对吗？请问我们的长老会的圣礼有几个？有几个？请问天主教的有几个？有好几个，对，是这样几个，是好，我们今天不谈天主教，我们谈我们的长老会，对吗？我们是长老会的信徒，我们要对自己的圣礼一定要有所了解，对吗？也要有所知道。我们长老会的圣礼有两个，哪两个呢？猜一猜，哪两个？圣餐。因为我们今天讲到是生产，是生产，是非常好，非常的聪明。还有呢，施洗我们叫做洗礼这是我们长老会我们的圣礼只有两个，当然天主教他们有7个罗马天主教他们有7个我们没有谈，今天没有谈那一方面，我们只讲我们教会的圣礼有两个，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每一个的记号和标记都有它代表的意义，不能够随自己的意义来自己的意识来解读。就比如说，你来到教会里面，你看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十字架是怎么样的？跟天主教有没有差别？有。什么差别？我们上面比耶稣是有差别，就耶稣跟没耶稣，对吗？非常有注意请问我们的圣餐的记号跟表的是什么？每逢你们有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摆设，对吗？所以，请问圣餐的记号和表征的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摆设出来？为什么不要藏起来？要给大家看见它的表征记号是什么？或者另外，我们每个基督徒，对吗？当你受洗了之后，特别是当然是你要成人洗之后，你都会被教会邀请来去领受圣餐。这样，请问一下，我们在座基督徒已经有领受圣餐的，给我举手看一下。非常好，大部分好。请问，当你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你领受圣餐的目的是什么？纪念耶稣，非常好。还有吗？跟主一起死一起复活。还有呢？有些人他说怎么样？我吃圣餐是能够带来保佑。我吃圣餐之后，我就有保佑，有主的保佑，有神的保佑，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有些人说，我吃圣餐之后，我的病可能会变好一点，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有没有？有没有说，我吃了圣餐之后，我可以加添我的属灵的能力？我最近我的属灵的力量好像能力比较弱一点，所以我要来吃圣餐，喝多几杯，吃多几片，所以我的属灵的能力就会有加强，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个想法？可能有些人是这样。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这不是领圣餐的目的
类似民间宗教去拜拜的感觉。这些错误的想法可能一直都在某一些的基督徒的身上。这些的其实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想法，也不应该是基督徒对圣餐应有的认识。但是却一直在教会的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存在。而我觉得很可惜的是，我参加了很多的教会，我看到教会就很少的去教导或者去宣讲所谓的明确的圣餐观是什么，也很少去告诉信徒圣餐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可能你听过圣餐的教导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受洗的时候，就一次，就那么一次的人，过后就没了。而且可能那是教你，只有教你30分钟而已，就没了。然后就一直有一些的可能慢慢造成错的观念。所以有时候甚至我会发现到，有些教会他们在圣餐主任、教牧、讲员，他们在宣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整篇的信息、整篇的这个讲道，也跟圣餐完全没有关联的，所以会造成信徒们怎么呢？信徒们对这个领受圣餐的目的和它表征的意义，渐渐的忘记了，甚至越来越模糊。我吃圣餐，我领受圣餐是为什么？我为什么来领受圣餐？我应当怎样来领受圣餐？慢慢忘记了，甚至模糊了，也对圣餐失去了一个期待，失去了一种的渴慕，失去了一种的激情。别人给我就吃了，我就喝了。更难过的是，甚至可能有些教牧在主持圣餐的时候，是一种的形式化的去主持，完全没有感受到说圣餐能够带给信徒或者甚至我们这里负责这个主持圣餐的人的那种的影响跟那种的激励，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特别我是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心里面更加是一个教牧的一个身份，更加迫切的想要说，所有的信徒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教会的圣礼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来领受圣餐，为什么接受洗礼。我也更希望说，我自我的提醒我自己，当我在主持圣餐的时候，我是很形式化在主持呢，还是我带着那种的对圣餐的渴慕，对圣餐那种的激情去主持这个圣餐？好，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马可福音第14章22节之前呢，有一段的经文是这样写哦，就是在12节里面，我们在进入14章22到26节之前，我们先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前面。主教节的第一天，就是在逾越羔羊的那天，门徒对耶稣说：“你是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好，就是说在那个逾越节一个要准备的时候，门徒他说怎么样？我们的逾越节要来吃。好，请问逾越节是什么节日？出埃及 ，OK， 很好。很好。Passover 是什么节日？纪念逾越节的意义是什么？上帝逾越逾越的以色列人宰杀全埃及也都胜了。哎，是的，非常好，是的，对，就是你这个故事，对，很好，对，就是这个在出埃及记第12章里面哦，我们都很清楚，你听过这个故事，就是那个最后的，就是那个要宰杀的羊羔，将那个血哦涂在那个门框上面去，
就是说等天使来去击杀长子的时候，如果有看到你这个羊羔的血的，就经过嘛就会击杀那个长子，其他的就被击杀了。然后因为这样的事情上，使到摩西可以带领那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所以逾越节的他就是来去告诉人说，上帝曾经救赎这一群在埃及为奴、受尽苦待、极度压制的以色列民族。他们这个逾越节是要纪念上帝以他奇妙的能力、以伟大的作为，将他们带领出这个埃及，所以他们有纪念这个逾越节。不但是旧约，难道新约还有纪念他吗？还有，请问为什么新约还有这样逾越节的一直在纪念呢？因为在当时候，他们的这个国家遭受了这个灭亡的命运，他们一直不断被亚述、巴比伦他们被灭，甚至最后来到今日的时候被希腊跟罗马去占领了。所以他们的国家是处于一种就是国破家亡的那种处境里面。他们在守逾越节的时候，再一次的去诉说有关于出埃及的事件。他们是为什么要诉说呢？是说期盼上帝再一次上帝能够派遣所谓的他们的弥赛亚的到来，来拯救他们这个脱离外邦人的真正的管辖。就好像旧约出埃及事件榜样，来去脱离为奴的生活，所以他们一直都有这个逾越节的一个纪念。而耶稣呢，也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来去设立了这个所谓的我们现在的圣餐。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0章22节，来，我们来念，怎么说呢？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擘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上帝没有忘记他，上帝没有忘记他，也就是说，他们一直所期待的那一位的弥赛亚终于来了，就是谁呢？耶稣基督。当我们在看到圣餐的时候，就表现出这个圣餐所上帝在过去2000年里面向他所爱的子民所展现出信实的恩典，就告诉这些人，你们去逾越节纪念要弥赛亚，我已经来了。就上帝信守他的承诺，所要去帮助拯救这一群所谓的一些人。而我们也更感恩的，就是更看见，当我们去有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上帝这个恩典不是只有单单临到谁，以色列人，也临到谁，外邦人他们看我们是外邦人，这是多么充满一个恩典的一个记号。以前可能我们没有机会能够领得到，但是因为主耶稣，我们有这个机会同享上帝给以色列人的这个恩典跟祝福。现今我们这一群的基督徒也同样的有这个机会，也领受这样一个从上帝而来的祝福跟这个恩典。因做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他将逾越节呢赋予了新的这个意义。什么意义呢？以色列人他们逾越节是纪念上帝子民的诞生，出埃及进到迦南，然后立约嘛，他们成为上帝子民。主设立了这个圣餐呢，就是庆祝上帝子民的新生。所以很多时候你看见吗？教会为什么在洗礼之后会组织什么？圣餐？为什么？
这表示说，就是你已经基督透过洗礼，你现在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说我们在吃圣餐的时候，在庆祝你这个上帝赐你的新生。这是我们一起欢喜快乐的一个日子啊！逾越节纪念他们从被掳中得到释放而持守旧约，这是一些人他们在逾越节纪念的时候，他们说：“哦，我们一直诉说出埃及记的事件，因为他们被掳中得到释放，所以他们持守律法跟旧约的教导。”而主设立的这个圣餐，是他们被救赎和立了新约。不单是说要释放他们，而是他们完全的被救赎，回到这个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去。所以也告诉了这群一些人说，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不是说那一种军事型的弥赛亚。这位弥赛亚是救赎、拯救他们，能够再一次回到上帝的这个怀抱里面去，回到上帝国度里面去。这个立的新的约是要让任何一个人、所有的人都能够回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另外一个，逾越节是回忆出埃及的事件，和盼望上帝能够给予他们的救赎。这是犹太人一直在纪念逾越节所做的这个事情。而主所设立的这个圣餐呢，则是回忆十字架带来的救赎，和盼望上帝国的来临。当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态？我们的想法，我们是再一次的回忆起来，被钉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带给了我们的这个救赎，是盼望上帝国怎么样赶快的来临。这是基督徒跟以色列人在守逾越节跟圣餐之间的不一样，也这一些的不一样，那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使我们所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所有不一样的这个想法跟心态。所以弟兄姐妹们，在马可福音第14章24节，主耶稣也继续说这句话，他说什么呢？耶稣说：“这是我逾越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为什么要有这个立约的血呢？羊羔要流血，羊羔流血，对。为什么新约跟旧约的差别在哪里呢？耶稣说这是立约的血，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相信美国牧师在举行圣餐的时候，他不会讲这句话，对吗？请问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立新的约？简单来说，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是要恢复因罪和背叛而破裂的关系。这个新的约立出来，流出的血是什么呢？就是要恢复我们罪和背叛的破裂关系。就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跟神离开了，我们脱离了跟他的关系。而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牺牲流血的缘故，使我们再次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今天的咏唱的诗歌非常好，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使我们能够得到医治，得到帮助。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不单临到以色列人，也临到我们这群外邦人。这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圣餐我们看为是上帝恩典的标记，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看见上帝的信实和主动也和好的恩典。上帝答应过人的事，他实现。
人要求弥赛亚来到当中来去帮助他们，上帝派出主耶稣基督成为弥赛亚来拯救。他主动的与人和好，这是上帝的恩典。逾越节他们的拯救成就了。他这个拯救不是说将他们脱离这个被政治管辖的这个实力，而是帮助人脱离罪的这个捆绑，回到上帝的旧约预言的恩典实现了。旧约一直说你们平安，给你们医治，给你们帮助。旧约的预言因着耶稣基督实现了。上帝承诺的应许落实了。上帝说：“好，我会给你。”然后我们当看到圣餐就表示说，耶稣基督已经真真实实来到世上，上帝的承诺也已经落实了。因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升天，带来救赎的恩典完成了。这个就是当我们再去纪念、来去守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些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实现了、落实了。亲爱的姐妹，你知道圣餐是具有多丰富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意义吗？你看见到你领受圣餐的时候，你是领受多少的这个祝福跟恩典吗？那你看到圣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说，这个就是给你看到说上帝的恩典，他的心思是多么多么的丰富，充满的在你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圣餐具有如此重的宣告和表征的意义，怎能不对圣餐充满极度的渴慕呢？当你领受圣餐的时候，你的心态为什么会说，还是说啊，可能没关系啊，只是普通一杯葡萄汁而已嘛，一块饼干而已嘛，没关系啊，久久领一次也好，不领也没关系。如果你真的看到圣餐具有这么上帝恩典的标记的时候，具有那么丰富意义的宣告的时候，你会不会对他更加的渴慕？会不会？会不会？当领受圣餐的人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恩典，你怎能不对领受圣餐表现出那种激动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对领圣餐失去那种的动力，那种的激动，那种的渴慕，是因为我们对圣餐的不了解，是我们对圣餐所具有的这种的表征，我们模糊了，以致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激情。我们长老会的信仰的传统，再回到我们现在的长老会传统，我们的所谓的圣礼，我们是源自加尔文的教导。哦，这一位就是加尔文。我们长老会的一些信仰传统都是源自于他，哦，一些神学的思想等等。刚才我们讲的长老会，我们的圣礼有几个？哪两个？感谢主，是的，心里的圣餐。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的圣礼啊，是无形恩典的有形的外在记号。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我们说，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上帝恩典临到我的身上，上帝恩典在哪里？上帝恩典在哪里？你是看不到，对不对？很抽象，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就是像我告诉你们，圣礼就是无形的恩典，有形外在的记号，就是通过洗礼，通过圣餐，告诉你说，上帝的恩典实实在在的在我们当中，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实在的临在我们当中，上帝的恩典实实在在的能够给予你，能够得到。所以，上帝使用它来印证他对我们的美意。
透过洗礼，透过圣餐，能够维持、激发、坚固我们软弱的信心。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过去有的感觉？哎呀，我一段时间可能我做了许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可能每次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可能感觉到好像有很多的那种的罪恶感、愧疚感。可是我一直赶快知道，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好像还是没有办法能够让我的这种的罪恶感，我的软弱，好像没有办法被说肯定说被除去，或者说被赦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像是需要一点点东西，说可能牧师祷告，还是说透过圣经话等等来去帮助我，使我能够好像更加肯定说，我的罪是被赦免的，是被原谅的。而这个圣餐就是有这样的意义存在。圣礼是上帝恩典的确据，透过外在的象征向我们来宣扬。当我们看洗礼的时候，当我们看圣餐的时候，这是一个确据，它向我们宣告上帝的恩典的存在。圣餐是上帝施恩的印记，增加我们对他的信心，提醒审查良心是否合乎他的心意。教会告诉我们说，这个圣餐是上帝施恩的一个印记，告诉你这个就是上帝施恩的印记，增加我们对他的信心。然后每次我们当领受圣餐的时候，提醒我们要审查我们自己，我们的良心是否合乎他的心意。这有他一种的帮助，所以你为什么会听到在圣诞举行的时候，很多的牧师被说，当我们领受圣之前，让我们来先去审查，对不对？来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对不对？认罪悔改，然后才领受圣餐，对吗？当我们谦卑悔改领受的时候，我们心就一定能够得到安慰跟扶持，因为我们确实能够得到赦罪的确据跟恩典，然后活在上帝的恩典之中。这个就是圣餐所代表的这种的重要的这个影响跟功能。它让你就说不是很抽象的说上帝恩典是怎么样。他是记得，当你来到圣餐桌前领受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得到安慰。是的，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这是非常的确定的。是的，上帝的恩典与你同在，上帝恩典与你在一起，没有离开你，上帝看顾你。是的。当你领受圣餐的时候，是的，上帝没有说丢弃你在一边不顾，你仍然是活在上帝的恩典之中。当你在迷惑的时候，在迷失的时候，在迷茫的时候，他圣餐告诉你说，当你领受的时候，他会说你在上帝的恩典之中，上帝没有弃你不顾。这个圣餐所带来的这个功能跟这个益处，圣餐具有这样的意义什么呢？借此保证上帝的恩惠和应许领导我们。对人们，圣餐呢不单是纪念，跟你们所讲纪念他的死，圣餐更是一种信仰的回溯。跟宣告说，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使我们得了救赎，我们怎么被称义？我们怎么样成圣？然后我们怎么样有永生的这个恩典？肯定你恩典赦罪的应许你已经得到了。弟兄姐妹，请问圣餐的祝福恩典丰富吗？所以当你领受像这里圣餐的时候，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去领受它。
当你去吃圣餐的时候，你要讲我们的心还是对神祷告。我们感谢神，感谢神，让我们真的有机会来到教会里面来领受这个圣餐。因为圣餐所给我们的帮助、提醒、益处是多么的多，多么的这个丰富。圣餐，上帝恩典的标记，表征的意义和受餐者得到的属灵的裨益，充满了上帝的祝福、安慰、应许和这个恩典。在过去我在新加坡牧会的时候，我呢经常会带领长老、执事、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去到不同的这个家庭，去给他们施行圣餐。而特别是这些人呢，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年长者，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来到教会里面来去守圣餐。弟兄姐妹们，告诉你，每一次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心里被感动。而我们当中的组员，有些都是坐轮椅的，他们都愿意的陪伴牧师一起去外面探访。坐轮椅的陪牧师一起的去探访。当我们去到这些弟兄姐妹的家的时候，我告诉你，有位弟兄，他因为年老，他没有办法来教会。然后每次去看他的时候，在他的休息的地方，他周围放了圣经，放了诗歌本，放了灵修的这个书籍，在他的所有休息的旁边。当我们为他举行这个圣餐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领吗？他每次领的时候，他是满脸的泪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来领受这个圣餐啊！我们心里面都很令人感动。他每次领的时候，他就是流眼泪，一直在哭。他哭不是他伤心，他哭是因为他感恩。那感恩就是说，我竟然没有机会来到教会，你们竟然能够将圣餐带到我的当中，让我的感受就是说，上帝没有忘记我啊！我仍然有这机会来去领受这个圣餐，我仍然能够机会能够领受到上帝赦罪的这个确据，能够再次的领受到上帝给我的这个恩典的应许。所以我在领受的时候，我是流着眼泪来去领受。神啊，我感谢你，我竟然有生之年，我能够有机会领受圣餐。当我在主持圣餐的时候，我心里很感动。有一位姐妹，她因为身上有一个病，她也知道自己在世上不久了，她要离开这世界。她请她家人打电话给我们，她说：“牧师啊，你们可以来到我的家里吗？我想在离开世界之前，我想要领一次圣餐。”我们说刚好我们有事情在国外，我说你可以陪我们一下吗？他真的，他用他的那个意志力，一直撑下去，撑到我们回来，撑到我们去到他家里，给他领受这圣餐。当我们给他圣餐的时候，他心里面充满了欢喜快乐。1-2天之后，他就离开世界了。为什么？为什么这位弟兄他领受圣餐的时候，他是满脸泪水，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满脸泪水的来去领受这个圣餐呢？为什么这位临终的这个姐妹，她要求教牧要来到家里面给她施行圣餐呢？因为他们知道生产的意义在哪里。
们知道是圣餐能够带给他们心里的安慰，圣餐能够带给他们心里的帮助，所以他们有这种的渴慕，我一定要领受圣餐。所以当有那个激情出来，因为我当领受圣餐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充满了欢喜快乐的。真正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圣餐有这样的更多的了解认识之后，能够对圣餐有这种渴慕跟这个激情。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机会领受圣餐，我要求你说，赶快抓到这个机会，赶快去得到这个福分，能够领到这个圣餐。可能年轻的比较可能说你还年纪不够，就是帮助你赶快再长大，然后有机会来领受，跟我一起领受圣餐。一手领受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丰富的祝福和恩典。若是你现在在领圣餐的，我也希望我们每次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能够以感恩的心，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够审查的心，能够有激情的心来领受每一次的圣餐。当我们领受了圣餐之后，我们能够依靠圣餐所赋予我们得到赦罪的这个确据和恩典的这个祝福，使我们能够充满的力量，过一个迈向成圣的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继续能够有这力量，能够说我可以的，我在世上能够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我可以的，能够在我的属灵的生命里面继续的能够过我的属灵的灵修生活。我可以的，因为我能够靠着主所赐予的能力跟祝福，能够在这个世上为他来去传这福音，可以吗？告诉自己，当我领受了这么好的这个福分的时候，我就有这力量为主而活。阿们。我们能够为主而活。阿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能够派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的肉身，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完成了救赎这个工作。主耶稣，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更感谢你，主耶稣为我们设立这个圣餐。是我们每一个信徒能够来到教会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非常的肯定，我们得到赦罪的确据，我们更加能够肯定，能够得到恩典的应许。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啊，求你继续帮助我们，使我每一次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机会领受圣餐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从圣餐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鼓励、安慰、扶持，使我们能够在领受圣餐之后，更有这个力量来去奔走这个信仰的道路，来去奔走这个天国的道路，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再一次的能够来去立志的来去过一个成圣、合乎你的基督徒的生活。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我们的祷告，可能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圣名求的，阿们。